晚上好。我来介绍一下，我是留学生，从马达加斯加。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唱个一两代表，我们一起唱歌好不好？话筒在那里吧？非常棒，非常棒！大家特别喜欢你，好多人给你知道，我想把幸运送给你们的心情有多么的已经录好了。